崔判官，《西游记》里面营救唐太宗的崔判官就是崔珏，唐太宗时代的诗人呢，还是做官的呢，你看。还有求道哈，天上挂号，天堂挂号，地府除名。那个生死簿里面的名字核对无以后就除名，要赶快求道，求三宝，得三宝。到一贯道佛堂求道，要有隐师、宝师，还有点传师。实际上点传的是济公活佛，人世间的点传师那是代理点传，代理点传。